18世紀初，一班嚟自客家嘅石匠喺鯉魚門定居，而且逐漸形成一個村落。隨住村民對教育越嚟越重視，佢哋喺村入邊先後建立咗4間學校，而其中最早嘅一間係喺1920年創立嘅啟蒙學校，主要用客家話教授儒家典範嘅傳統私塾。1936年呢一間學校註冊成為鯉魚門學校，但好不幸喺第2次世界大戰期間，校舍被戰爭摧毀，而當時大量嘅村民亦因為逃難而離開咗香港，學校亦都因為呢個原因而暫停辦學。戰後村民重返家園，當時適齡學童人數日漸增加。喺1946年，啲村民籌款租用咗一間平房，創立咗海濱學校，寓意學海無涯，海濱為始。而隨住村入面嘅適齡學童人數大量增加，學校分別喺1953年同埋1960年進行擴建，去到70年代更加係海濱學校嘅全盛時期，學生人數仲超過咗500人。但最後係乜嘢原因令海濱學校消失呢？而家有請學校前校董張耀忠先生為我哋介紹一下學校嘅歷史。之後由舊生 Cindy 會帶我哋去佢母校懷緬一番。咧就係70年至71年畢業嘅，我就係2003年咧我就翻嚟幫手，就做咗呢度個校董。咁因為我哋嗰個以前啱啱李國章個教育局長咧，佢話殺校嘅風波就係因為人手學生不足就殺校。咁我哋嗰年咧，我哋全校師生全部去中環抗議，呢個政策係唔啱嘅。咁我哋咧就諗條絕橋啦，三贏嘅方案就咩咧？我哋要保育學校，做文化保育嗰個項目，將呢個信息就帶咗佢哋嘅會，批咗呢個建議。抌錢出嚟就做呢個創意館。咁仲有一樣嘢就話，當時我哋學校拆校嗰時，我哋有一筆錢嘅。後期我哋又商議，將我哋學校嘅概念保存，將我哋嗰啲錢去做咗一個教育獎學金。咁我哋呢啲錢咧就喺浸會大學做一個咧叫做獎學金，係用乜嘢？用作教育用途嘅。每一年最少批2個，甚至乎可以3個個海濱學校獎學金。你將先前嗰啲鄉親父老嘅概念一路延續，有教育意義。我哋海濱學校嘅咩意義咧？就係教育咁啊！我哋延續教育學嗰個意義喺度。早晨 ，Kenny。早晨 Cindy，鯉魚門個名係點嚟㗎？鯉魚門個名有2種講法啦。第一種咧就係講口好窄啊，好似個鯉魚嘴咁樣啊。咁第二個講法咧？第二個講法咧就係港口兩旁咧就好多岩石啊，咁好似個鯉魚群咁樣。Kenny， 我今日帶你嚟呢度咧就係我母校海濱學校，咁佢而家咧就改為賽馬會鯉魚門創意館。呢度咧係我哋個舊陣時嘅 reception， 咁之前咧呢度一張長台嘅，校工咧就每日都企喺度咧就 mark 低啲學生嘅早退遲到。我見到好多捐款人嘅名喎，咁同埋見到個胡文虎先生，咁佢係校監定係始創人嚟嘅咧？胡文虎先生咧係一個創辦人，咁呢啲咧係捐款人，呢啲相咧就我細嗰陣時都有。有間房喎。係啊，呢度係以前嘅圖書館嚟㗎。你創作室以前係做乜嘢㗎？以前係我哋嘅班房嚟㗎。我介紹呢度啦，就係陳松斌先生紀念堂。平時咧呢個係班房嚟嘅。你入去睇下先，好大喎。係啊，平時因為佢係2個班房，所以嗰時咧就係2合為1，改為一個禮堂。我介紹呢度咧就係以前嘅校長室同埋老師嘅辦公室。而家係開面室。係啊。你喺露天茶座喎。係啊，呢個係天台，以前學生係唔會上嚟嘅。我有啲嘢飲喎。好啊。Cindy，你上體育堂喺邊度上㗎？頭先學校入邊唔見你介紹嘅。係啊，我哋上體育堂唔喺裏邊玩㗎，我哋就喺隔離嘅操場玩㗎。我而家帶你去啊！好啊！咦，好靚個籃球場喎！
以前係咪喺度上體育堂㗎？係啊，以前呢度係上體育堂㗎，咁呢度咧係空地嚟嘅，冇嗰啲籃球架㗎。咁我哋只不過上堂嗰時咧就喺度跳繩啊、捉伊人啊、玩呢啲其他啲活動㗎咋。咁但係喺呢度嗰時咧，我就會記得一樣嘢咧，就係一個滷水阿伯咧，佢以前咧就專係喺小息嗰陣時咧帶啲滷水俾我哋食啊。佢裏邊有啲生腸啊、雞翼啊，好好味㗎。而家好難揾㗎咯喎，往事只能回味。除咗有值得懷念嘅海濱學校之外，其實鯉魚門仲有好多旅遊景點。喺短片完結之前，就等我哋帶大家一齊去欣賞一下香港維多利亞港東面入口嘅美麗景色啦！